咱讲，只是千大因素。我这个决心，跟你讲了，跟你话你讲了，咱咱咱咱讲话，咱安尼想，安尼讲，所以我就是这个教育公司教委会安尼这个，咱这个台湾大陆台湾公民人民哈，必须做这个，反正这个方面，别忘了。中心的重点哈，重建定位一下，才当发展，才当咱变成一个咱的咱传的咱的家乡，咱个传统，你讲吼，我那个法律那个法，台湾这个。